將軍澳及柴灣華人永遠墳場金塔墓地登記申請流程及須知。華永會將於將軍澳及柴灣墳場推出金塔墓地俾公眾人士申請認購。金塔墓地屬於無需續期設施，可以永久安葬先人骨殖。申請人必須於金塔墓地內建造冥冢，守葬先人嘅狀態必須為骨殖。日後加葬先人就可以係骨殖或者骨灰。金塔墓地認購費用為209440元，呢個費用已經包括守葬先人嘅安葬費。隨後每加放一位先人嘅費用為2690元。由於金塔墓地屬於無需續期，先人可以安葬直至該金塔墓地所處墳場嘅政府批地期滿，或者政府基於任何原因行使佢嘅權力收回土地。將軍澳墳場政府批地期滿日為2047年6月30日，柴灣墳場政府批地期滿日為2036年5月17日。如果冇上述情況，或者持證人冇自行遷走先人，先人就可以繼續安葬。如果想為先人認購金塔墓地，首位安葬嘅先人必須符合以下資格：第一，先人必須喺香港永久居住；第二，係有華人血統嘅人，或者以上人士嘅配偶同埋子女。如果申請加葬，金塔墓地嘅首位先人與加葬先人必須為親屬關係。為鞏固金塔墓地，盡量減少日後下陷嘅機會，申請人必須聘請華永會認可承造商於墓穴內建造冥冢。冥冢規格不可超過900毫米闊乘900毫米長乘900毫米深。金塔墓地墳面可用面積以及墓碑嘅款式喺不同地段位置會有特定嘅要求，請留意華永會有關公佈，申請人必須遵守。開始登記前，請先準備先人喺香港永久居住嘅證明文件，以及現時安葬或安放骨殖位置嘅證明文件。網上遞交申請時需要上載呢兩份文件，而認購金塔墓地當日就要出示上述文件嘅正本。喺申請前，申請人必須先與先人嘅家庭或家族成員就誰人出任持證人進行商討及協調，確認冇任何反對意見、陳述或行動，以避免日後引起爭拗。喺認購金塔墓地之後，申請人將會成為持證人，全權負責金塔墓地相關嘅所有申請事宜，包括加葬、遷出以及維修等等。如果日後就有關設施有任何爭拗，華永會最終會以持證人嘅意願去處理各項申請，所以華永會建議申請人以及持證人由先人嘅家屬出任。以下落嚟就會介紹金塔墓地登記申請流程。金塔墓地配售係採用登記抽籤揀位嘅形式，配售次序係由電腦隨機抽籤，按抽籤次序由申請人選擇金塔墓地位置。而今次嘅申請方法係透過網上遞交登記申請。有關手續相當簡單易明，以下落嚟我哋就會同你逐步講解。首先第一步，網上遞交申請。有意登記申請金塔墓地嘅申請人，可以透過華永會網站遞交申請。喺進入網站之後，於認購設施位置內選擇骨殖安放，然後撳金塔墓地。進入金塔墓地資訊發布站之後，請先撳申請詳情細閱內容，
再撳網上申請進行登記。進入網上申請系統之後，你會見到申請注意事項，請你細閱後喺頁面下方剔選方格，再撳下一步。首先，揀選申請設施類別為金塔墓地，然後撳下一步。跟住，你就要輸入申請人嘅個人資料，申請人姓名同埋地址，請以中文填寫。填完後睇下輸入資料有冇錯誤，冇問題就按下一步。下一步，你就要輸入先人嘅資料，填完後請核對，如果冇問題就撳下一步。如果申請人資料需要更改，可以撳上一步進行修改。之後就要上載申請嘅所需文件，請上載先人喺香港永久居住嘅證明文件，例如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以及先人現時安葬墓地或安放骨殖位置嘅證明文件。每份文件大小上限為5MB。請留意，請勿上傳載有申請人個人資料嘅文件，例如申請人嘅身份證明文件。跟住，請細閱申請人聲明，之後剔選方格，再撳下一步。嚟到最後一步，請小心核對已經輸入嘅資料。如果資料有錯，可以撳上一步嚟修改，因為一經遞交，申請人同先人嘅資料就唔能夠更改。如果資料冇問題，請輸入驗證碼，再撳遞交。當你見到頁面顯示參考編號，即係已經完成遞交申請，請保留參考編號作查詢之用。華永會喺審核申請資料及有關文件後，將會喺遞交申請後嘅7個工作天內，以電郵發送確認回條，確認收妥申請。文件不齊、資料不完整、冇成功遞交、重複遞交或逾時嘅申請，一概恕不受理。喺確認回條上面再有9位數字嘅先人華永編號，用作電腦抽籤、查詢申請狀況以及查詢抽籤結果之用，請妥善保存。如果你喺7個工作天內仍未收到確認回條，請盡快聯絡華永會職員查詢有關你嘅申請狀況。第2步，電腦抽籤。喺截止申請之後，華永會會於指定嘅抽籤日期進行電腦隨機抽籤，編配正選嘅認購次序。電腦抽籤之後，華永會將以電郵通知所有申請人有關抽籤結果。今期金塔墓地配售將不設後備，即係如果申請數量多於金塔墓地推出數量嘅話，未能獲編配為正選嘅申請人將會被視作為落選申請人。如果有下一期金塔墓地登記申請，落選申請人會自動撥入下一期已公佈嘅計劃，無需重新遞交申請。第3步，抽籤結果通知。電腦抽籤結果會喺抽籤當日下午4時於華永會網站最新消息公佈。正選或落選申請人亦會喺同日收到電郵通知有關抽籤結果。申請人可以透過華永會網站自行查詢自己嘅抽籤結果。進入華永會網頁後，請先撳配售處預約及查詢入面嘅查詢登記及輪候情況，揀選先人登記或輪候情況，輸入相關資料就可以查閱相關嘅抽籤結果。第4步，正選認購安排。
正選申請人必須喺指定日子之前申請將先人執骨，並以親臨或電郵遞交先人安置處所發出嘅起回骨殖許可證或遷移骨殖許可證嘅副本，或者相同性質嘅文件。如果未能提交嘅申請人，佢嘅認購資格將被取消。華永會將會喺遞交執骨申請文件限期之後，以電郵方式向交齊文件嘅正選申請人發出認購通知。認購通知上載有認購日期同埋時間。正選申請人須於認購日以及指定時間帶備所需文件，親臨華永會配售處辦理認購手續。華永會將會按抽籤結果順序安排正選申請人喺指定配售日期以及時間親臨華永會配售處辦理認購手續。華永會強烈建議申請人喺認購手續之前，預先到墳場實地視察附近嘅環境，以及揀選金塔墓地嘅位置。正選申請人需要按認購日期以及時間親臨華永會配售處辦理相關認購手續，並喺當日繳交金塔墓地嘅認購費用。華永會配售處地址係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湖中大廈34樓。當申請人完成認購金塔墓地之後，嗰位申請人於華永會為同一先人已經遞交但係有待處理嘅骨殖設施申請，包括登記或輪候中嘅申請，都會一律被自動取消。如果申請人冇依期親臨華永會辦理認購手續，或者冇繳交費用，就會視作放棄認購今次嘅金塔墓地。第五步，落選安排。今期嘅金塔墓地登記不設後備，未能獲編配正選資格嘅申請人將會視作落選申請人。所有落選申請人嘅申請將會由華永會自動撥入下一期金塔墓地嘅登記申請，申請人無需喺下一期重新遞交申請。到時華永會將會向相關申請人個別發出確認電郵。如果落選申請人選擇放棄下一期嘅登記申請，可以自行填妥取消回條，並附上申請人嘅身份證副本，之後電郵或傳真至華永會。金塔墓地嘅登記申請流程就講到呢度。如果你想了解認購手續詳情、金塔墓地平面圖以及相關資訊，可以繼續瀏覽華永會網站上嘅金塔墓地資訊發佈站。如果有其他查詢，你可以喺辦公時間內透過呢幾種方法聯絡華永會配售處職員。